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诗言语文。中国嘅认证补强试题教材嘅第20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今日要讲嘅题目是名利与钱财，同时讲到业障与功德，也可以作为一个阅读作业。阅读出人们嘅诗题安尼哈，今日要讲嘅题目呢，可以讲歌唱，希望各位乡亲大家理解，讲啊一个天条之中啊，天条之中，也有一个规律咯，也就讲啊，关于讲啊是呢，天地天条，天王。天命非非，随书不来哇！阴间的规律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条道理呢，希望各位乡亲能够有所了解安尼哈。头下同大家所讲，客家语同河洛语相同，也有连音。有连音呢，可以讲就讲啊。一个俺人讲话人会流利好听，一点呢，希望各位乡亲大家来一个宣传推广加强来做个研究。一个客家语音伫倒里啊，一个感叹词、创伤词、连音词啊，是客家语言伫倒里可以讲得讲啊，非常特殊，就是客家语嘅特殊嘅素材。但是当前客家一个教学方面呢，这3点感叹词、创伤词、连音词啊，无来加强，所以创出来歌呢，达到青岛一个感叹词、一个国语感叹词、方言感叹词、创伤词同无做连音安尼哈，一条事情呢。讲啊，青岛白嘅，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做一个加强，所以大家记得，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也有不同嘅语言、语义、文史方面，也有不同嘅文语、文艺嘅文史嘅形状等等。歌曲等等方面呢，都係也有所不同哦。所以過去一直強調，各度鄉親利用一個空氣詞典、國語詞典啊，一個是華語詞典那個用詞用語用，但是只可以拿來當作是客家語、客家文嘅參考嘅引用啊。再講到基本一個那個。那個標題呢？標題喺度里啊，有一個不同族群嘅不同歌曲嘅方面呢，一個經常講啊，觀音香，要全是黃小姐所創嘅；一個那個919嘅酒，由李文芬博士所創嘅嚇。心肝看那是呢？看埋啊！黃葉連小姐所創嘅一點呢，可以講得講啊，非常好聽。而哋嘅咬字用語非常嘅分明清楚，流利好聽安尼。音樂方面呢，也有所講究喎。以上呢就基本嘅先同大家所講嘅一部分。接下來呢，從基本嘅文章個長度嘅，所以講本文開始。一個那個客家文章喺度里725篇客家詩言語文中國嘅認證補強試題教材第20一共有1000條哈，嘅名利與錢財，同業障與功德嘅一個文章嘅喺個88年嘅時間就出版啦哈。也有一個閱讀測驗嘅性質素材，希望各位鄉親能夠來多多來共同來研究。後來本文聽講在改革以前啊，台灣有一位姓吳嘅大企業家，在公司董事長度里啊，突然之間心臟病來發作。
一时之间就抬起手来歌神，只是董事长啊，生前呢财务完全没做任何的交代，而安排就本阎王调来找到阴府的。当董事长来到阴间替父的时间，心中非常的不平凡，就面对替父审判处理不到位，替父官员提出强烈的抗议同碰撞旁定讲啊，审判呢主讲，但应付正行事，让安全之，不讲民主安全之农，但爱遵照阳间的人来严监报道，做乜嘅？为何事情一些通知同宽容的时间都冇呢？喺阳间的人都无法做任何嘅交代与安排，实在非常的不应该。从来就是一个十足嘅案例。替父官员谈的可能也谈一个言谈的抗议与恶劣的态度以后啊，替父官员也有一位感觉到奇怪，万分的奇怪。在这里求职的几下百年以来，都唔是谈过看过呢种的怪现象。其他官员有咩异口同声讲啊？我生意工上么做多见，确实也唔是谈过看过这种的怪现象，感觉万分的奇怪，所以一位官员要睇上嘅讲，一位委屈咧官员要睇上學一位亡魂來自何方，來自呢只嘅，一個此前的話牛頭馬面，兩位捕快馬上回答，來自亞洲的台灣，替父官員談嘅以後，就異口同聲講啊，來自民主辦上屬嘅台灣，怎會安呢？中替父官員又異口同聲講啊，判案要有耐心，王有王理，出有出理，將計就計，耐心來判啊！所以審判呢，替父官員就加速嘗試改壞些嘢態度來回答講啊，就頭下所講也係相當有道理，確實也係安呢。至於方便，現在已經講究民主這一點。嚴監替父所有的執政者也係非常的了解，以後可能會有所同步來改進難係。不過，正頭下所講嘅用意所在，唔應該有係乜嘅不滿的想法而要求係嘛？董事長談嘅替父主管有按呢善意嘅回應，心中不滿之情，一時之間就消失到清清，心情也係變輕鬆而暗爽起來，也就睇淡咩
向体育主管要求报告讲啊，报告体育主管，应该记得，我是一时之间本唔但调来阴间体育会，我在阳间的企业有一太爷，相信唔但也有所了解，所以我来阴间报道之前，唔曾将任何嘅安排与交代，我要求准我批准我参加返回阳间一年，做财务等等各方面嘅安排，安尼好冇？体育堂嘅也计划，体育主管堂嘅运动市场嘅申诉以后，感觉到为官做事要有亲力兼顾嘅道理。同时，对待运动市场常常要求一年返回阳间，我才本运动市场误会体育执政为咗冇做事先通知等等嘅理由啊，也出来啱頭同意嘅运動市場嘅申訴與要求。不過，體育主管有相當誠意嘅表示講，現在已經來到陰間報道嘅，有關嘅一切詳細資料，都收出小檔起來。人間講啊，小檔起來，為了答應返回房間一案，希望能夠比照陽間法院的交保嘅方式來辦理交保手續好嘛？運動市場堂嘅安尼嘅條件與方式，當然心中高興樂意接受並答應。再三嘅感謝體育官員讓辦嘅大恩大德，至於讚嘆體育主管順從民意嘅特徵，安尼咯讚嘆就惡咯，也就係辦理交保手續嘅哦。當運動市場辦理填寫交保手續之時，運動市場就問體育官員講，唔但文件書類含誤把位，內容冇寫人保也係全部話。體育官員聽咗以後，態度也係非常嘅客氣嘅講，實在含實力嘅、玩實力嘅，本類交保啊，本乎自從都唔是判過，也冇人要求過，係盤古開天地以來，申請返回陽間的第三人。我看，一切比照房間手續來辦理好嘅，運動市場當然也一團花以後，心中感覺到有一種特殊嘅待遇係第三人。我看，一切比照房間手續來辦好嘅。運動市場，你講啊，當然也幾番以後啊，心中感覺到待遇之後，天下係第一好，心中嘅感覺啊，一直爽快起來。當然，運動市場值得交保一定係全保，唔係人保。運動市場看嚟交保條文時，也冇看到條文之中有寫交保嘅金額來動，就像體育主管強調講，
交保条件问题处理嘅规定要用钱保，但倒带需要一多钱，并无明文规定写清楚啊！要阮爱用嘅来交付一个交保金咯。支付官员听了以后，也咪咪说话讲啊，那个讲啊，本案实属特殊，强强怕万一，就以现金10000元来做交保好嘛？董事长贪多交保金只有10000元呢，实在也是唔敢来做10000元呢，实在也唔敢来相信。同时，暗中面上讲，体务官员暗唔是货，唔止爱在。唔止爱系大企业家董事长嘅身家，也就重复债务咯。答案也系就是10000元安尼嘅。嗰时节，董事长心中虽然暗爽快乐，但暗中怀疑一个钱嘅加码金额让我安排咯。为了格格，反复用紧高要紧。也冇时间来计较嘅到事情，所以马上答应可以我来办，就来签写交保金10000元，以签名同意检数指引以后啊，马上能付台嘅，不付现金，留付台嘅，我来交付现金10000元。嗰时节，董事长。两手紧向上推嘅，副推嘅等地方名来又名去，都系名无多，顺风又带颁奖钱。董事长心中一时错急，非常紧张又答面色真强，头戏都睇唔完，头也系。以365度嘅全方位采嘅精准健康，突然间，眼都可看到隔壁间有一位非常熟悉嘅上菜嘅菜商睇老板在嘅只隔里等候接受审判。当董事长看到了嘅时间。心中真像吞下为一粒强有力嘅救心丸一样，心神能安定下来。同时暗中紧张，蔡董事长2个人在用紧时节，伊嘅财富比外还高多，伊答掏空。公司几廿百亿，而有本平无不平嘅产生呢相当久。相信伊来到用钱之前，在金钱方面应该是做有准备，顺带担保为钱来能争取一个。借掉10000元的事情，这时节当然是不成问题。按啦，伊安尼想。当董事长对隔壁间看我生前好友睇老板时，心中还高插到怀疑伊个性的心情。就向地府主管请求讲，报告主管，非常抱歉。交保条文规定需要以现金10000元来做保，唔但都底外系突然间本唔但掉嚟地府嘅，
事先莫做任何的准备，所以我顺风掠下分文都无，一点钱都无。顺风虽然带有提款卡，但是唔了解嘅有无提款机，真系太伤脑筋，真系太伤脑筋啦！现在顺风无半点钱都无，系咩做得向他人家转借来付款咯？地府主管有少少话讲，金钱本是无记名的财产，而转借付款哪有乜嘅不可嘅道理啊？董事长听嘅安尼嘅回答，心中有些暗爽高兴起来，就可以再向地府主管请教一下话，向隔壁蔡老板叫你去调头村。当蔡两位蔡董事长见了面嘅时间，两者都非常的高兴，充分表现呢马嘅含道啊，关于讲啊，他乡遇故知，他乡遇故地嘅真情表现，一表现出来，两人就以握手又搭握脚，激烈之情来相对待，讲嘅一些欢喜嘅话以后，蔡董事长对董事长嘅面色以眼前地度里略略嘅指责，董事长一声不出彩嘅样神，必有心事有社会所在，所以打断嘅话语，就向董事长提问讲：董事长兄弟啊，系咪有乜嘅心事咯？系嘛？咁么我看让全身唔出彩咯。董事长听蔡董事长一种关心嘅文化，全身感觉到一种友情嘅可爱，真系撞难寻，一代难寻一种朋友，所以就唔敢接受直接嘅回答讲啊，汉好讲，就是地府无王无出，一时间就将我调来到阴间，害我在阴间的一切嘅财务都无做任何交代与安排。俩个事情，由我向地府主管申请与澄清以后，答应我翻翻专用嘅意见来补助交代与安排。不过需要1万元来做交保，我一时不一定调来，我身上无带半点钱，俩下无法交保真金。事关紧要重要，希望专家我1万元本案，隔夜我多转来以后，就会马上还号码。拜托，蔡老板，你得来看，千载难逢表现呢，机会与金额也是只有1万元，马上朴树认可，冇问题。同意嘅讲啊，我等取用紧时间，两者都系企业界嘅数字工人物，有咩好兄弟？哪怕系1000万元，我也会马上应付本。蔡董事长讲到这里，董事长听了以后，信心十足，
同时在问蔡老板在用件事嘅家财万有万贯家财万贯，偏无产生当局，必定系有大多钱来到阴间争取，所以专家意思应该系冇问题，按啦安尼想啊。当董事长想到专家一万元一个事情，应该有完全的把握，继续再谈。当时两人才用紧嘅丰功伟业，讲下同快乐。讲到一半嘅时间，才看到蔡董事长嘅神情精神的表态，真像全身布满跳蚤嘅后尾一样样。紧张到将两手向身上所有的唾液变来变去，最后蔡董事长神情紧张，并紧摇头向吴董事长致12万分的抱歉讲啊，吴董事长，兄弟啊，此外来到提付以来，都唔是使用过钱，那系唔见本人提起讲到金钱嘅事情，我也冇感觉到，我冇将房间嘅钱财冇带来。你下，我想我专家1万元，确实无法达成唔嘅愿望，唔嘅要求。专家1万元，吴董事长听嘅蔡董事长呢一种讲法，实在也无法度来相信。险险欢喜，振作精神，再次看此事嘅请问蔡董事长，结果答案分明还是一样嘅确定。当吴董事长听了以后，一时间呆气啊当局，并暗中怒气与怀疑，讲马上有阳间来到阴间，在一隔一个世界，就不念求情呢哈。记得当时蔡某人在阳间时，凡事必有主权准备的人，马上而系填表hết的有钱，也系无样无准备，有样无准备，无带来的喏。吴董事长上的当局，虽然有蔡董事长再三的解释，吴董事长也是无法理解，最后带人失望的精神，大头恢复到提付主管隔离去的，多行路的中间，吴董事长摸掉提村，摸掉到头村，又暗自身上转去到路方啊，突然间。三生又读到一位在阳间市的某高官好友，这时间伊心中失望，虽然系失望，失意嘅心情还唔曾消失去，但系看到听到这位高官好友家门以闲谈之下。一时心情又爽朗起来，并向下讲起阳间的以前事情。同样专家高博一时，又向此看那里那位生前好友来出一笔之力么，并想起这位高官朋友而在阳间时，系谈吐。
贪官出名，所以但其所练得嘅钱财，练到嘅钱财，真系富甲一方。情况又同蔡明仁一样，又系偏无产生一个长久，人来到阴间报道嘅，所以为了还魂阳间一事，也就大胆开再要求加以反映。乃至当董事长一开在，列位高官随时摇头叹气讲啊，汉何讲？我在阳间时，虽然不法贪财、贪恋钱财，富甲一方，但系事到近半年，我1.5里都冇带了，颠倒惹起嘅贪图敛财派得嘅催眠，到了下，似乎含一項詳細嘅在嘅審判，在嘅查，海外在用嚴謹本一定像鳥含在一樣，本似乎講人鳥為一叫，董事長唔敢啲嘛，唔愛同佢專家一萬元本。而我哋對內攞出嚟本咯，壞事哦，確實我都冇喺頒獎前啦。董事長專家一時冇結果，不如將就轉到地府主管面前坦白講，報告主管，頭下。我去甲白件事，拄好有2位在陽世是好朋友，二人都台詞講，來陽間都冇帶現金啦。其他嘅人我又唔識，交保金一事按樣嘅來處理咯。地府主管聽了這句話以後，心肚裏怨哪都唔掉，就開懷大笑講啊，冇人啊，資盤股開天地多見，我也唔是談過坊間有任何一個人，要將以坊間嘅財產同名位有隨魂帶來地府話，唔樣嘅按緊急愛還魂回坊間去處理生前嘅財物，唔愛處理嚟做乜嘅咯？當董事長聽嘅一團高興以後，一時將分享去了解其中嘅道理。到了下，董事長一時誤解這位誤解以後，像是及時訛嚇嚟一聲槍，急咬訛嘅一聲槍一樣。全身輕鬆起來，心情也平靜起來。體悟到乜嘅喊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嘅道理也，因此打消還魂回陽間嘅念頭。董事長非常感謝地府主管嘅啟示嘅解釋，在上面口車而感恩。地府官人看到董事長呢種誤解而切實地嘅表情，就稍稍會再問董事長講啊，
还有乜嘅要求與上門嘅地方嘛？董事長就看到地府官員按好意與寬容相待對待，同時想到當初來到地府時，毛利又太上批評地府辦事專制、不公民主義，一時將伊調來地府，等等不當嘅語言與行為再三排斥你同抱歉、請求原諒等等嘅言論。董事長翻頭看到鬼門關嘅時節，董事長翻頭看到鬼門關，聽講一個鬼門關是由三策法創意過嘅關鴨，一個關甲，親像一條拍布嘅本強風吹嘅速度吹入來嘅黃昏，甚至咩感覺到懷疑與奇妙，就向地府官員請求啟示講：主官啊，哎呦，陽間黃昏，讓我按到有答，用按個嘅速度入來地府咯。地府有讓人來處理案子咯。地府官員笑笑話講，也有信得默嘅咯。過去所謂陽間黃昏係以人工方式來處理，就像老式嘅天線人工查好一樣，翻驗查34步，實在係非常嘅麻煩。你下不必安辛苦嘅啦，你下已經利用太閒嘅天咯。同時始終實聽陽間人所有人嘅書函一到就始終來報道，除非有一些phạm間人有證書與摘書嘅那個內書黑書以外全部都係自動化，一些都唔是操心，有所差錯嘅地方而有理董事長聽到有證書與摘書嘅道理，也唔知讓我有證書摘書嘅道理，就睇淡嘅向地府官員請求啟示解釋。地府官員又係含笑做回答，phạm間人山楂證書，惡詐摘書，也係天經地義，用一個方式來爽法，因為phạm間人貪生又怕死，即願生不願死。在過去嘅時節，家家戶戶都有護士做軍爺也係每日信仰不離phạm間嘅人，在phạm間人嘅頭上三尺嚟監視，也都係頭上三尺有神明嘅講法，嚟監視phạm間人嘅善惡罪過。對行善詐是證書，惡詐是摘書，phạm間人應該有所抵觸兩個規律。但係董事長又懷疑講，依照官員所講，又為何phạm間當多惡詐顛倒過長數呢？也又係乜嘅樣板講咯？地府官員就當權嘅講，兩個理由有兩點。
体嘅类，合作恶多端者，并未见到证书。作恶多端者，并未证书。但是伊嘅前世三个丰满当中，就像在用见识，财富上上亿嘅，但是何非嘅几万元呢？一时唔会有乜嘅感觉，实际上已经有好顺起嚟，冇感觉就係嘢。第二點係在做軍人嘅時代，旁邊有地位人精通暗騙，那係萬一發現自己有過錯、有唔錯嘅地方，就會用書嚟撲打而砸斷自家嘅額頭，使令到投降審查嘅生命無法嚟監視、無看到，造成呢一時嘅失察所致。仲市長要問，目前坊間嘅人做軍人已經用媒體模糊式做軍人嘅，唔但可以抵得坊間人嘅善惡罪過嘅行動，體乎軍人近來是有大社會講啊，坊間人時常講啊，莫過於賊，拖過於倉，邪惡不順嘅道理，體乎之爭也會隨着坊間與時局嘅變化而做適當嘅調整。現在用間家戶戶雖然冇做軍人嚟監視，但係坊間人投胎正式嘅時節，已經強制民營配置一套無形嘅晶片天龍，並在每個人嘅身上信仰不離坊間人，親像一個天子嘅照料腳嘅照料一樣，一套晶片啊嘅成功效率比做軍人嘅監視更加精密而嚴格。凡是坊間人呢心度裏係相默嘅，也會被一一處理起來。哪怕心出不軌，心度裏想冇正經，也唔曾付諸行動嘅時節，也會被一一詳細處記在一個人講晶片之中。至於行善作惡者，當然絲毫不差，都是一入鬼門關結算時啊，只有三生一個，數度甘變不比鬼人講那個天路的刷卡一樣，就像個海關一樣。自然全部都會顯現出來，為善多者自然跑向西方極樂世界，惡過滿者始終跌落18層地獄，一行一行詳細宣傳，一切都唔會糊塗，唔會有任何嘅差錯歪呀。都是種談嘅一談話，不知不覺之中，樸素坎坷講啊，體乎辦事真係一個善惡分明，執法公正，
无本是含糊于同情，俩就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董事长讲到业绩嘅，全是蘑菇嘅，杀紧是放起来，同时紧扑扑向前讲，好彩哟，好彩哟，好彩哟！我在房间虽然是一身劳劳碌碌，从事企业以3代员工，但也致力于无形嘅恒生功德，根治唔会企图自作孽障，也唔是贪图名利而在顺土地嘅行为，那系无安呢？认真好好嘅嚟做人，到了下时常来讲啊，已经不堪设想嘅，不堪设想嘅。那有从了下许多地府官员按那个厚礼，按厚嘅那个礼貌同待遇，根治感谢地府本来有按无偏无通，手来到地府，真系用紧人所求所讲。人生要求何生有何事嘅道理嘅意念，董事长根治体会到世上嘅人，大多数嘅人，常常地的认识生不带来，喜无带走嘅，也就系名利与钱财，但唔知体会到无形之宝。也就会讲啊，生有带来，死有带去，业障与功德嘅问题，也就会讲啊，生有带来，死有带去嘅业障与功德嘅问题。列位董事长系伟大嘅企业家兼功德家，与地府官员谈论多次，最后附送董事长去西天极乐世界安尼。各位乡亲，一个本文就读到嘅这个47分37秒。带下嘅本文试验学语嘅主音主格啊，请各位乡亲详细来嘅一个读来了解增加你嘅客家语文嘅文字嘅认识，同款本文嘅了解安尼带下嘅图伫度里呢，个插嘅图，这个地府之间啊，有一个照耀，听讲有一个照耀讲善恶分明，公正廉明，佛往佛中也就是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道理。另外呢，就讲啊，强则之果不甜，土匪之气不咸。一点呢，就是讲啊，凡事唔强迫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做生意也好，冇一下都赚多钱，一下都做太官，安尼也就话关于讲嘅是呢，强者之国不甜，土匪之气不咸。土匪嘅价位是用强过来嘅，当然就不咸。也带下嘅就是讲啊，许多。一个地府已经有10天各天问题，个做乜嘅一天有冇相同，所以我哋嘅礼物啊，如果講天道情，莫安尼講天道禮物安尼講，嗰好聽安尼一個大下一個涂明松先生所創嘅歷史現文啊，一個考試會考一個。像他个点来谈看那是呢，一个涂明松先生所讲的历史相文、历史那个现文啊，有一号的一个他个做人做事就天地土地来做任何。这个人生所求啊，有福气，有健康安尼所以讲健康与福气是非常的重要。按大下呢。
一个其他参考的资料，请大家一个有时间来做共同来一个研究。第一个係就講一個考題一前提喺度哩非常感謝李文範博士能夠一個同佢講睇 YouTube 嗰隻嘅另外白話語文呢，亦共有以前一個文化嘅研究也是講客家語文也有文化部呢點呢，請大家多多來做個了解。另外還有客家商業用語繪畫有16課16課可以點名飛看1到16另外呢還有客家白話語文研究100篇一啲文章也係可以做閱讀作業閱讀測驗嘅一個參考一點一個名字網址就會記得。另外對1968年開始研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一個客家白話語文一個連音詩睇到同大家所講到感嘆詞狀聲詞連音字連音詩一三個都係客家語言的獨立個特殊嘅素材同方言同其他嘅語言完全都冇相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來研究。同時一個連音詩喺度哩嘅聲母只有啊、O 3音咩？A 音咩呢？T 聲到 T 4聲都各有共有8隻詩嘅一個能夠來使用可以使得我哋嘅客家語言流利好聽，同時有傳客家語言嘅素材所以希望各位鄉親那係了解連音詩，我在1968年嘅時節研究到今嘅一共在名站喺度哩最大下可以記得一共有1度嘅以上呢一個非常嘅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感謝你，也祝福也嚟參加一個認證考試嘅鄉親能夠高分通過客家語文嘅高級嘅認證。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自西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